大家好，歡迎返嚟紅一丁雜貨鋪。唔知大家最近有冇一種感覺，就係每一日返工放工，生活就好似行緊一條預先設定好嘅路，好安全嘅，非常之穩陣。但係忽然喺某一個夜晚，或者喺一個你忙完之後嘅晏晝，你喺塊鏡入邊望翻自己，心入邊突然間有一種感覺，就係好強烈嘅空虛感。其實由細到大，身邊嘅人或者成個社會都不斷同你講，你哋安安分分啦，讀好書，打份工，出邊嘅世界呢就好危險嘅，好亂嘅，千祈呢就唔好咁搏，穩穩陣陣做到退休咁就好噶啦。睇住先，係咪真係好呢？你哋有冇試過用最底層嘅邏輯去拆解呢一個所謂佢哋口中嘅風險係乜嘢呢？時間最寶貴啦，咁如果我哋將最寶貴而且過咗去冇得翻轉頭嘅嗰幾十年生命，每一日就係翻緊一份自己唔係好中意嘅工，做緊一啲你唔係好中意嘅工作，或者同一啲你理念不合或者你根本唔中意嘅人一齊生活，每日就係咁樣，你會唔會對自己有一份自豪感先？你會唔會覺得開心先？你嘅人生只係得一次嘅啫，每一日都做緊一啲你自己唔係咁中意嘅嘢嘅時候，你嘅人生輸唔輸得起先？真係噶，其實我都聽好多嘅，好多人以為呢，企喺度原地啊，乜都唔好喐，乜都唔好做就最安全。但係事實上係點呢？我舉個例子，最安全嘅船呢，係永遠停喺嗰個港口唔出去個海度航行嘅船，永遠最乾淨最冇意外嘅車就係永遠停喺停車場或者你嘅車房入邊嗰一部車。我哋好多時候都將對未來嘅嗰種未知嘅恐懼感誤當咗成為對生活嘅一啲安全感。有人會講話，係啦，咁好啦，我唔想繼續重複咁嘅生活啦，我唔想再被生活消耗我自己嘅能量同埋時間啦。咁我哋應該要點樣去做呢？我以前都見過身邊有啲人呢，其實佢都個頭腦係好叻㗎，諗嘢嘅邏輯思維又好強。每次見到市場上面有啲機會或者世界上面有啲轉變嘅機遇嘅時候呢，佢個腦入邊呢都可以將成個計劃好完美咁樣 plan 咗出嚟。哦，而家個世界嘅潮流係咁樣啊，我應該要咁樣做啊。而家興啲乜嘢啊，我可以做呢方面嘅生意。而家啲人可能走向偏向心靈嘅一啲慰藉，咁我將來可以做多啲呢方面嘅嘢。係啊，佢哋每一次佢哋都可以捉到個趨勢，諗到個方法，諗埋個計劃。但係呢，我發覺好奇怪，佢哋純粹只係喺個心入邊不停去模擬，不停去 rehearsal， 但係每一次都冇去真係做過，亦都唔係好敢同身邊嘅人講佢嘅計劃，淨係擺喺個心入邊，不停重複咁去諗，重複咁去諗。咁最後會點啊？最後呢，可能佢會喺個市場上邊過幾個月見到有人做咗佢之前諗過嘅嘢之後，佢就會話：哦，真係做得到出嚟，我一早都諗過啦，真係得咗啊！我都諗過啦，我冇做啫嘛。機會最後落咗去邊啲人嘅手入邊呢？原來機會最後係落咗去一啲面皮最厚、最大膽、夠膽開口去要求嘅嗰啲人嘅身上。世界運行嘅底層邏輯好多時都係一個接收嘅問題。乜嘢叫接收問題呢？就係只要有人提出咗要求之後，接收呢一件事呢先至會發生。咁我哋成日都面皮薄啊嘛，又好驚俾人拒絕。咁我記得以前蔡瀾先生都講過嘅，追女仔啊嘛，你敢開口問呢，成功率都仲係50-50。呢個道理就唔係好難明嘅啫。有時你遇到一個你中意嘅男仔或者女仔，咁你如果夠膽行過去同佢打個招呼，或者甚至再大膽啲問佢攞個聯絡方法，加個 IG， 咁你有一半嘅機會，甚至超過一半嘅機會係會俾人拒絕嘅。但係另一個角度睇，
你其實可能有一半機會係會成功，你會識到呢一個陌生人。如果你肯開口去要求，仲有一半機會得。但係你如果連開口嘅機會都唔敢嘅話，你一定係唔會可能識到呢一個男仔或者女仔嘅。呢個例子應該我記得蔡瀾先生講過好多次噶啦，開口問啊，成功有50-50，如果唔肯開口係冇可能係0。喂，咁你其實睇開口要求嘅好處有好多嘅，咁冇乜嘢衰啊，最壞嘅結果打回原形咯，你冇損失噶，或者可能你會覺得好冇面咯，但係回頭諗翻，其實你有咩損失？冇損失，但係你搏到得到嘅回報可能好高。前排睇咗本書，嗰本書就叫做《一個週末打造千萬事業》，咁裏邊有幾句嘢呢，就講得都幾尖銳嘅，正正係啱啱印證咗我上邊嘅一種諗法。作者喺書入邊提到啊，如果你唔肯對別人開口提出你感興趣嘅嘢呢，你就永遠唔會獲得任何東西。佢哋亦都提醒我哋，千祈呢就唔好同一啲聰明過你嘅人比較，唔好同一啲最成功、最有錢嘅人比較，因為會當你自己覺得自己冇達到一個目標或者冇達到一個水平嘅時候呢，你往後做任何嘢嘅動力都會慢慢被削減嘅。你決定做一樣嘢嘅時候，或者你想改變現狀嘅時候，你自己走上網睇一睇，喂，你實見到好多大把咁多成功過你嘅人，叻過你嘅人，賺錢多過你嘅人，咁你喺嗰個時候，你個腦呢，有個機制就會開始自我防衛啦。喂，人哋嗰個人咁勁都未必得，我憑乜嘢得先？嗱，你走去比較，你就會出現呢啲結論噶啦。最後只會將你自己嗰個內在能量呢，完全消耗到一乾二淨。其實好簡單嘅一個道理就係，你嘅專注力應該係放喺你自己嘅目標上邊，而唔係喺人哋嘅進度上邊。要搞清楚呢一件事，要克服呢一種恐懼呢，書入邊嘅作者提出一個好特別，甚至乎有少少殘忍嘅一個方法。佢就係話，透過反覆暴露喺疼痛入邊，令到我哋對呢一個疼痛覺得麻木。聽唔聽得明啊？就係話要我哋不停去痛，不停去俾自己暴露喺一個唔舒服嘅環境入邊，嗰個次數多到我哋對呢種痛或者唔舒服變得麻木。呢種情況有少少似我哋去做 gym 去舉鐵，咁你第一次舉一個好大嘅重量，舉鐵嘅時候，我哋嘅肌肉係會撕裂嘅，某程度上係會有少少撕裂嘅吓，係會痛嘅。第二日可能直情你隻手會酸痛，甚至乎之後嗰日都繼續痛緊。其實就係舉鐵嘅過程入邊，令你肌肉去接受或者係暴露喺一啲唔舒服嘅環境之中。但係就係正正有呢一啲嘅唔舒服，當你個肌肉去回復狀態之後，其實你個肌肉係會變得越嚟越強壯，因為佢要適應呢一種唔舒服嘅環境，佢一定要變得更加強大。到當你個肌肉回復到去一個好嘅狀態，到你下次再訓練嘅時候，你會發覺原來你嘅力量慢慢經過每一次嘅訓練之後會變得越嚟越強。肌肉成長，肌肉變強變大嘅道理就係咁樣。其實我哋個腦同我哋嘅手臂上面嘅肌肉情況係差唔多嘅啫，同你面對俾人拒絕嘅情況又係差唔多嘅啫。你每次開口要求俾人拒絕嗰一剎那，你個心呢一定係有啲唔舒服嘅，可能會覺得喂，好尷尬啊，好冇面啊，咁係一定會有嘅。但係當你主動去揾呢種痛，嗱，記住啊，係主動去揾呢一種痛嘅時候，俾人拒絕多10次、20次，原來唔夠，俾人拒絕多50次，你會發覺原來俾人拒絕之後，個天係冇跌到落嚟嘅，你係冇穿冇爛，你仲係好好地咁樣可以生活
做你好驚嘅嘢，恐懼就會消失。當你對被拒絕麻木嘅時候，你喺呢個世界上邊呢，就冇嘢可以難得到你。當你開始開口去同人要求一啲嘢嘅時候，人哋同你 say no， 咁你就唔好灰心，因為好多時候嘅 no 唔係代表真係拒絕你，好多時只不過係 not now， 我而家唔想同你成交，我而家未想同你進入呢段關係，並唔係我以後唔同你成交，同埋我以後對你呢個人唔感興趣。所以人口中嘅 no 好多時只係 not now， 而唔係真係絕對嘅一個不。我哋望下世界上好多比較出色嘅一啲成功人士啦，佢哋嘅身上邊其實都有一個共同嘅特質嘅，就係佢哋係好大膽，甚至乎有一種唔係好守規矩嘅嗰種霸氣喺入邊。咁而家當然講緊唔係做一啲違法嘅嘢啦，而係佢哋內在嘅嗰種 mindset， 就係當遇到有人反對佢哋，當遇到有人講話，喂，你呢個諗法唔掂喎，你呢個產品掉出嚟冇人會埋單嘅喎，喂，你呢個諗法太過天馬行空喎嘅時候，佢哋唔會覺得自己係已經失敗咗，佢哋只會覺得，喂，係你未跟得上我嘅節奏，係你跟唔上我嘅思維，將來呢件事一定得，將來呢個產品一定賣得出，你覺得唔得，係你哋同我嘅思維未同步，咁解嘅啫。唔單止係咁，佢哋仲有一種好唔願意放棄嘅精神，我自己叫呢種叫做 follow up 嘅精神。佢哋會走去問用家，我個產品得唔得啊？用完有啲咩感想啊？或者佢哋會對於一啲曾經同佢哋 say 過 no 嘅客人，佢哋會走去 follow up， 會再跟翻，就喂，之前同你提過呢件事，你嗰陣時咧就冇興趣嘅，咁今時今日同一件產品掉出嚟，同一個服務，你會唔會再重新考慮啊？你會唔會將來對我呢個產品或者我呢個服務比較有興趣啊？佢哋純粹就好簡單嘅，就係當客人講嘅每一次 no 都係當成下一次 yes 嘅伏筆，因為佢哋知道呢個世界係動態流動嘅，今日呢條路行唔通，但係隨住個大環境會改變啦，人嘅心態會改變啦，聽日呢條路可能係一個可以行得通嘅路，呢一個產品，呢一個方法，呢一個服務將來可以行得通嘅，係可以賣得到出去嘅。所以如果你一聽到人哋對你講 no， 同你講唔好，你就自己縮翻入去個龜殼入邊，咁其實係你自己親手判咗自己死刑。生活到咗某一個階段啦，我越嚟越對以下呢一句句子有感覺。嗰句句子就係話，重點係而家做，而唔係去諗點樣去做。我哋好多時做嘢好容易跌咗入去一個完美主義嘅陷阱入邊，永遠就想揾最好嘅方法，做最好嘅設計，做最好嘅計劃，然後先至喺一個非常非常之安全，自己覺得非常非常之有信心嘅時候，先至去開始做。但係其實試過咁樣做嘅人，最後其實自己都知㗎，我哋永遠淨係停留喺點樣去研究呢件事變得完美上面，但係我哋從來冇真係動手去開始做。我哋真係唔需要去做一啲所謂完美嘅計劃、完美嘅準備，我哋冇呢個需要，真係唔需要。做啦，唔好講咁多啦，你去做，方法就自然喺你做嘅過程度慢慢會走出嚟。你邊開始做，你就有力量去再做下一件事。遇到困難解決咗，你又對自己多咗少少自信心，去再做下一件事。做啦，唔好諗咁多，總之就開始做。千祈就唔好等一條所謂完美嘅路線，重點就係而家 now action， 即刻做。希望今日呢條片可以俾到少少勇氣大家去打破現狀。如果大家真係想行一條真正屬於自己嘅路，記得要開口要求，主動去擁抱嗰啲令你覺得唔舒服、令你覺得好痛嘅一啲成長經歷。好，今期講咁多，下次再見，拜拜。